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咱就来开始啊！今日有一个酸鸭通食，依然人要食就酸鸭真困难。嘛袂啦，钱感慨就一。先来甲大家拍一招呼啊！大家好，我是阿迪。大家好，我是龙。今日搁甲宋子继续来录音，或者是顶届咱已经讲甲溪南溪北的200年心结，总算甲完结啦！吼，200年开2集来讲，其实应该算是真短啊啦！吼，200年浓缩咧，浓缩再浓缩，因为时间实在有限啦，所以常常话较到位一撮，但是嘛无法度，因为真侪物件希望互大家知影。赶快伫咧开始进前，咱先来念一下大家老话吼，感谢大家伫即个 Apple Podcast 顶悬，互咱即个5粒星的评价吼，互咱5粒星了啊，佮有老话甲咱来互动吼嘛，感谢大家即个老话，互咱甲咱讲你介意什物所在吼等等安尼，所以咱今日赶快来念一篇，其实毋若一篇啦，但是我时间有限，咱一届一篇就好啊吼，所以大家尽量趁早来老话吼，尽量较早念互大家，念互大家听咧吼。即个是赶快一个 podcast 频道的朋友吼，咱平常是有一寡互动，做阿迪地水晶吼，虽然嘛叫做阿迪，但是伊是阿特吼，伊的发音是用阿特吼，因为甲亚特念起来其实发音差不多，吼就是阿迪吼，但是伊是一个以即个艺术为主的，吼艺术主题的一个查甫囡仔甲一个查某囡仔合作的一个频道，即个是查某囡仔老的，叫做 Charting。平常时嘛，常常会有一寡台语问题时会来传信息互我来甲我讨论安尼，我嘛感谢伊的即个支持啦。伊讲非常介意也特聊聊天吼，内底有真侪知识，有真侪故事，台语话故事听者3摆5摆拢不为过啦，就是拢真好啊！3摆5摆拢你个嫌可能嫌无够安尼，听袂计算安尼啦，还好啦吼。好节目毋免加讲，直接互伊5星就对啊！吼，伊是安尼讲。你有啥物要回应吗？真感谢啦，因为拄开始做这尔吼，需要人讲鼓励甲支持，非常的感恩。嘛，请你继续讲支持，多谢你讲留言吼，留言老话吼，感谢你哦。来感谢 Charting，咱赶快来讲一下，咱嘛是讲一下顶一集的代志吼，因为咱即届要讲的故事，甲顶一集有一寡关系，应该讲顶2集，有一寡牵连吼，因为咱顶2集就是主要顶一个故事啦，主要就是讲宜兰人伫溪南溪北即个心结200年来的代志啊吼。但是内底我拢小可有摕到一个物件，就是即个巴仔族，来甲为台中来甲咱讲巴仔族，巴仔。也叫巴泽海族，拢会使即发音的问题吼。巴仔族另一个原住民的是台中迄边的平埔族，就敢若咱的柑仔兰人是伫宜兰的平埔族，台南是西拉雅族，西拉雅吼，所以拢无共款但是原则上拢是平埔族住伫平地原住民，然后伫咧汉人来进前都已经伫遮生活的。好，咱顶个讲即个溪南溪北溪北的心结吼，是为嘉庆2年。1797年的时阵，一直讲甲咱现代的变化，这里面内底就包括着即个五沙开兰，包括咱顶个有讲着即个专客海盗、江船海盗、远汉海盗，嘛讲着日本时代太平山林业的即个发展，是安怎影响着劳动，互劳动靠着木材产业来变身，所以嘛有讲到即个现代宜兰人变成一种
K 北有 K 南就袂使无，K 南有 K 北嘛袂使输，这款的心态，这款竞争资源、竞争的心理，安尼嘛是真好咧，因为良性的竞争，较会发展。这我就无什么意见。啊，伫咧顶2礼拜的故事内底，其实咱有小可讲到，就是这个宜兰历史内面有一个族群，真特别，就是咱对啊讲这个巴仔族，属于台中彰化来的这个巴仔族的平埔族人，今日专讲就是要来讲这支搬山过岭来到宜兰的真特殊的平埔族巴仔族。巴仔族原本咧是住伫咧台中市的边缘的地区，这个边缘的平原包括即卖丰原、新宫、神冈、后里、这几个所在。不过因为一寡部族伊嘛探到附近去嘛有包括大甲溪边、东势、东势、潭子。潭子，甚至甲即个大山一带拢有伊的即个部落嘛是真济。上主要有几个较大的部落，包括即个华来社、岸里社，海岸那下华语就是海岸的岸，里面的里，岸里社。伊正式较接近伊的发音，做华来社。华来社，海花的花，华来社因为伊的原本的发音是安尼啦，过来一个做。乌牛兰社，乌牛兰，乌就是迄个乌啦，乌鸦的乌，牛就是牛，饲牛迄个牛，兰是栏杆的栏，做乌牛兰社，但是伊正式的发音其实是后浪。后浪社，所以就是咱汉语都也是台语都尽量用接近的发音去念，佫慢慢佫改成有写字的即个华语的字，才会愈来愈远，音会愈来愈变。但是原本应该叫做后浪。过来就譬如讲，佫有即个普加里社，普加里就是原本的名，部落的名，普加里社，过来阿宿社。有敢若会烧猪头皮面色无阿宿社的代志我哪物会讲着，你就知影讲阿宿社是发生什么代志。过来佫一个上重要，叫做阿里赛，或者阿鲁赛，两个发音拢有阿里赛、阿鲁赛。阿鲁赛社、阿里赛社。普通是阿里赛听。咱遮讲阿里赛较济阿里赛若要写华语就阿里史，阿里山的阿里，历史的史。照你讲历史的史这个字，咱会要念史。袂念使，但是因为即个伊毕竟是先有即个发音，后边才有即个字，所以咱是嘛是照原本的发音伫念对啊，念做阿里赛，较无共款阿里赛社。即个巴仔族人因真早就甲清国，也就是清朝有来往啊，甚至一个因为我拄仔讲伊就是拄仔伫台中迄边台中彰化嘛，包括大甲溪啊等等，甲清朝来往先。伫咧康熙38年，也就是1699年真早以前西元1699年的时阵，华来社佫有合作的即个清朝去拍吞霄社，所以就所谓的即个吞霄社事件。吞霄社，你讲华语是啥？吞霄社事件，吞霄，迄嘛是一个部落，吞霄，霄就是九霄云外的霄，就是即个吞霄是一个部落的所在啦，伊这是平埔族反清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共款会来甲大家讲即个吞霄社事件。好咧，咱即个算目前拄仔讲的拢是算就讲即个基本的常识，就是基本知识，咱先有一寡基本知识可以了解，甲知影讲这巴仔族是安那一回事。话讲清朝嘉庆9年的时阵，嘉庆9年伫即卖台中市。潭子区，当然是区啊嘛，潭子区，较早是潭子乡吗？还是镇？我唔知反正但是潭子区啦。这我都无了解我无去过甲遐。当时有一个，即个阿里，当时就是即个阿里赛社的部落所在。潭子这所在过去就是阿里赛社。阿里赛。即个部落的头目，头目应该是头目吧？应该是头目啦，唔管。头目应该是指目周围做头目啦，我想应该有头目或者潘宪文、潘贤文、姓潘，小潘迄个潘，潘贤文，彼得潘的潘。你若听这个名讲，那敢若汉人的名对不？我原本讲的是原住民平埔族人的名，巴仔族的名，主要是因为这个巴仔族甲清朝
来往真济，所以因真早都有汉化的这个架枪，就这个现象，判这个姓是清朝赐予因的汉姓，你若要叫伊的本名，叫做这不好念叫做大尼汉摩格。大尼汉猫，伊的发音是做大尼汉摩格啦。当然，这位咱为着方便称呼，我就是一路讲潘兴文，潘兴文这个人，这是讲咱知影讲伊是巴仔族，平埔族的这个头目头目啦。当时潘兴文带着以这个阿里社人的部落为主，甲参南附近像华来社、后人社、阿叔社等等，差不多青统人也是无甲青统人差不多1000顶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的人真正是搬山过岭来到宜兰，咱都讲伊位台中的来到宜兰，是安怎伊要冒着这款定的风险来到宜兰呢？讲法真济，一般记录是讲这个潘兴文迄时是争取做这个华来社的通事来失败，所以产生一寡纷争，所以才来出走。通事这个物件，我先给大家解说一下，通事是啥物？通事若写汉字写华语叫做通事。通事是办代志吗？差不多意思。通是这个交通的通，是的，事情的事。对呀。通事，通事其实是一个官位无介大的清朝的官职。这个通事主要的工作就是通译、翻译的人，也就是讲，伊就是替这个汉人，还有清朝的官员，还有原住民，做翻译的人。过去一般来讲，那这个通事是汉人伫做较济，就是会晓讲原住民的语言的，平埔族语的人来讲，但是你唔通看伊讲，敢只是一个做翻译小小的官员，因为原住民甲汉人之间土地买卖或者是交易，因为甲汉人甲原住民之间有当时土地毋是用买的，是用交易的。对。我用什么物件甲你换呢？义务买卖甲交易拢是透过这个通事来处理，伊这契约书拢是通事伫负责的。等于讲这片土地到底是偌宽，界线是画较大，就是拢这个通事讲准算，伊讲的准算，你就知影讲伊权力有偌大，你若无甲破破摊摊，什么甲你黑白乱写，所以这过去咱讲就是汉人常常咧较干巧，汉人较干巧，所以常常来欺骗这个原住民、平埔族人，土地甲骗。所以有当时会甲这个汉人交结做伙嘛，通事甲汉人交结安尼。后来嘛有一寡原住民是家己来做通事嘛有，嘛拢有像这个潘兴文，就是要争取做这个通事的工课，就是安尼。咱拄则有讲潘兴文是因为争取通事这位才失利出走，但是嘛有一寡看法认为讲，应该毋是这个原因第一是讲伊争取是一个华来社的这个通事，通事其实无遐严重，你讲就算有一寡纷争，嘛无影响到个需要甲出走，带人出走安尼。而且伊家己本身就是这个阿里西社的这个头目所以是毋是有需要安尼做，毋知。第二讲你要带一群人搬山过岭来到宜兰咧，你想看嘛是偌远的代志，经过这中央山脉所以这是偌艰苦的代志因当时是顺着这个大架溪，经过道南甲东势中央的这个山路，道南甲东势拢伫这个中部道南甲东势中央这个山路沿着这个中央山脉，经过苗栗的内山甲竹东新竹的竹东。才搁甲即个桃园驶入去复兴乡的即个大坑坎溪，再搬过山轮，总算来到大溪，宜兰的大溪圆山一带，其实真侪山区才有法度进入咱的即个南洋平原所以来到五围，拄开始为大溪落来了，来到咱即个宜兰市，就是五围即个所在。这毋是敢若爬一山，毋是讲敢若山歹爬，路歹行尔，因为带人咧，伊带做加起来做1000人经过山顶，你还会拄着上高出草，咱顶个讲到的大洋。虽然大洋因主要伫出草用的是弓箭，是这个标枪标枪的是标枪的款但是因为因本身这巴仔族因汉化较早，因手头有一寡枪就创较早就创一寡巨型的枪所以武力来讲因较是火力较强啦但是你想看嘛，你经过
大洋因本身的领域吼，因家己生活的范围，你连看都无一定看到伊，你头都已经无伊啊。所以即个过程中嘛是真辛苦啦。当然听讲嘛，有的人小可会晓大洋的话吼，所以甲因简单的做沟通安尼，但是到底有偌顺时毋敢讲，我相信是真辛苦啦，要经过这个所在，所以来到这个所在就是安尼啊，毋才有人认为讲，因的这个牵线甲咱宜兰遮来吼，主要就是真正的原因啦。咱当讲拄开始是以通讯这个争取势力这个原因，但是真侪人是认为讲。其实主要是西部地区迄时阵，汉人占了真侪所在，迄早较发展较早嘛，汉人占了真侪所在了，因土地甲生活的空间，咱受到压迫，迄拢受到压迫，才会想要来搬走。毋管咱怎，因就是来到了这个五围，拄好去扫着红台尾真衰，扫着什么红台尾？迄个时阵，宜兰当讲是伫嘉庆9年的时阵吼，宜兰已经发生过这个专客海盗，就是啥啦？专客海盗来补充一下，就是。迄个时阵，咱进前有讲吼，就是五沙川人来到宜兰时阵，9成拢是漳州人为主，另外1成就是泉州人加客人，这个客人主要是潮州啦，因为三讲没有主要是潮州，对哦。但是讲是讲潮州讲客人，但是因讲的主要是毋是客话，因为潮州人真侪讲的是咱毋是讲台语啦，所以闽南话，加即个漳州人加泉州人讲福建话为主，所以因较特别一线。因当时吼，在这做开垦的时阵，土地因差不多拢无分着，泉州人差不多分1分，漳州人分9分，因为9成拢漳州人。这个客人拢去搭咧，主要是伫纵围的海边啊，纵围是外海边，宜兰的外海就是纵围迄个所在，外海的所在。去遮创啥？就因为，比如讲咱这个嘉庆11年的时阵，有海贼蔡牵来甲头城，这个12年的时阵，嘛有这个海贼朱本来甲苏澳，不管咱讲，嘿，毋是干那海贼，包括我海边其实嘛有平埔族人，就是感觉咱人等等，拢有真侪所在有冲突，还有一寡贼仔啦，吼，这个会来抢物件、抢劫的嘛有吼，山贼等等，所以伫咧纵围这个部分吼，因就负责伫遐做这个爱用，吼，就爱用意思就是讲，我来设一个站一个站吼，恁就爱伫遐顾。恁免证实，恁免最残，但是恁就是爱伫遐顾，因为这客人的武力其实拢真强、真够小阵，所以因就负责来应对这外口外敌有人来侵入无，因来斗相共。阮就是收这租金，阮就饲恁，固定互你薪水领月级的就对啊，领月薪。保全啦，简单讲是保全，嘿，伫海边的保全吼，纵围平地甲海边拢有吼，拢这保全的意思。所以因其实本身是无土地当然看久你嘛目空车，我永远就领固定的薪水，敢若公务人员的领月级的，恁就有通分土地，大家拢希望有家己的土地啊，所以就发生讲即个客人要来抢土地的代志，但是伊要找啥土咧，伊拄开始毋是找漳州人，漳州人较济嘛，所以先找泉州人抢土地，才会发生即个专客的海盗。就是拍做伙，拍毋知是安那不打不相识的款所以拍出感情来讲，想的，嘿，想讲安尼毋对咧，咱人拢较少，咱人愈拍煞愈少，其实土地大部分拢伫漳州人遐，所以咱应该是爱去找即个漳州人讨土地才对，所以变成泉州人甲客人甲做伙就要去找漳州人讨土地，但是人比例差伤济，人9成你占1成，你变哪甲伊比，所以咧。伊就找这在地甘仔兰人，还有迄个时阵，咱当讲扫着风台尾，拄来到5位的即个巴仔族，因为伊有遮火情嘛，所以讲咱做伙，恁既然来到遮嘛，是希望有一个所在通做耕作，通种菜，通创啥？嘿，咱这族群做伙甲做伙来去找漳州人抢土地，好啊。嘿，但是拄开始其实即个巴仔族人，因为因的火力，即个因为有火情等等吼，其实武力武器其实是袂歹，所以听讲确实漳州人对因有一寡忌惮，就是讲分一寡土地互因，但是有一款讲法讲漳州人真干巧啦，我嘛毋知真诶假，但是就是讲条讲我看恁这武器拢袂歹，阮摕酒甲恁换，换酒换牛舌换啥嘿，你都无嘿，最后都武器拢伫我遮，有即款讲法，但是。是毋是事实讲实在，我有一寡怀疑啦，因为你比如讲你家己嘛知影讲，我就是有这武器，我才有才调甲你
谈判，甲你讲条件，对我佫摕这去甲你换，我才讲，讲实在我是有怀疑啦吼，但是确实有一款讲法讲漳州人较巧，较干巧啦吼，这咱毋管，吼毋管咱讲，总共一句这4个族群，咱讲客人、泉州人。柑仔兰人甲巴仔族人吼来甲遮了，去甲漳州人抢土地，佮拍输啊，吼又佮拍输啊，漳州人伤济啊，所以因才会逼不得已渡过南洋溪，吼当时是滷水溪嘛，来甲溪南的罗东即个所在，来安定落来，就是因为即个原因，才逼不得已来甲罗东，毋是因本来就想要来罗东，拢无开发啦，吼罗东迄时拢无开发无人啊，所以因并无遐想要来，拄开始伫咧罗东安定落来了后咧。甲因甲汉人共款，因汉化了真早吼，甲汉人共款伫咧开垦即个所在，嘛会种田，嘛会创啥呢？迄个时阵，溪南的汉人是无济吼，除了咱拄讲即几个族群，就是客人甲部分即个泉州人吼来甲即个所在，所以无济主要就是种海岛输起的即个族群啦，吼，所以迄个时阵宜兰主要拢是漳州人为主，就是溪北的宜兰以北拢是漳州人为主，但是因为漳州人愈来愈济吼，因为大家知影讲即个所在有开垦啊嘛吼，其他县市生活人漳州人嘛会通风报信讲听讲迄个所在开始咧开垦，开始稳定啊，无咱嘛做伙来去，所以愈来愈济人来，愈来愈济人来就出现问题啊，土地就无遐济啊，所以逼不得已，即个漳州人嘛开始过几年就开始经过即个南洋溪共款来到了罗东，来到罗东即个所在啊，所以共款因就又搁出现抢地问题，你巴仔族是。甲伫即个柑仔兰即个所在是流番，流番就是讲你甚至毋是在地原住民，你佫无资格甲我讲你是原住民，你知影？因为嘿，我佫比你较早来，汉人佫比即个巴仔族较早几年来，所以我若无抢你的地，我要抢啥个？你佫是流番，你甚至连在地原住民都毋是。最后即个带头的潘宪文都被杀，就是互台死啊。即个头目，即个头目就是互台死啊。台死了，伊都因为伊甚至无家己。最后这潘宪文台死了，伊甚至无家己的下地通好摕，因为我本来就无原本大的所在嘛，所以说逐渐就安尼弄家散摕，大家就慢慢啊散去啊，所以慢慢啊散去。伊这部族的人呢，一部分到尾就刷去即个刷到三星，因为迄个所在离高山，做个大样较晚，汉人无啥敢去。伊惊迄落，因为三不五时的落山来出草。第二是因为迄个所在土质主要是石头地为主嘛，真歹种，是真歹耕作，真歹做，所以伊嘛无兴趣迄边，所以迄边就即个阿里赛留伫遐，就是阿里赛社的人。过来，佫有一部分佫继续刷到苏澳去。就等于讲，这两个所在拢有遮个巴仔族的人嘿。过来上尾有一部分佫转去啊，伊就等于因的往因的故乡去，经过中山尾来到南投埔里这个所在。你嘛刷真侪位咧？嘿，所以主要是伫咧埔里的这个铁山社区、铁山社区这个所在。所以这个所在，因为伊最后来到这个所在就留下共款的一个名，叫做阿里赛、阿里史这个所在。咱来整理一下有几个所在，一开始伫咧台中，伫现在即个潭子区潭阳里、潭阳里即个所在，旧地名都叫做阿里赛。第二个依然有3个所在，头一个是罗东镇的西半边的市区，较早嘛叫做阿里赛，甚至内底有一个里，罗东佫落个里嘛，其中有一个里叫做贤文里，就是潘贤文的贤文里。好像有一点点印象。迄个所在嘛是叫做阿里赛，罗东较早有一个所在一区安尼，西边迄边嘛有做西半边，然后就嘛是叫做阿里赛。过来三星，宜兰三星乡的东南边，较早嘛做阿里赛。那三星乡迄阿里赛我是捌去。你有亲戚捌去伫遐嘛？过来，佫有苏澳，咱之前讲苏澳一个最有名做冷泉，对无？你若去到遐，大家有机会去苏澳浸冷泉的时阵，路牌你详细甲看。
伊毋是写所有领传哦，伊、欸、是写阿里赛领传，阿里石冷有泉。点印象哦。这个路牌的相片，我告诉你嘛会发伫这个是 Instagram 吼顶管，互大家看一下，就讲哦啊，写那是写，伊毋是写所有领传，伊写阿里石冷泉。哦，对哦，因为迄代原本就是即个巴仔族，即支吼来到宜兰的巴仔族住遐最后刷到迄个所在，即、个平埔族所大的所在。所以真特别吼，刚刚宜兰都3个阿里赛啊。哦，吼，不只还有即个，咱都讲贤文里吼，贤文里就是即个潘贤文潘贤文。以早都做阿里赛。对啊，拄则咱有讲到附近有一个阿宿社嘛，真你讲敢若捌听，会小伫头皮面色迄个感觉吼。阿宿社，因为啊，我想伫倒位，合作社不是吗？毋是，迄是合作社。阿树社，树是树代的树，阿宿社，倒位敢若听过对无？因为伫个罗东圣母病院甲博爱病院迄一带，就是迄个所在较早就叫做阿宿社。为什么咧？就是即个潘贤文带人来，除了伊家己阿里赛社以外，附近一寡部落伊嘛有带一寡人来，其中一个部落就是阿宿社。所以伫罗东开垦的时阵，阿宿社的人就是住伫迄个所在，伊出来迄阵阿宿社的人就是伫迄个所在。就是罗东有2个上较大型的病院，就是罗东即个圣母病院甲博爱病院，所以这2个病院迄边迄所在，南门港迄个所在就是叫做阿宿社。你若问当地一寡老伙人，当嘛是还佫会讲阿宿社。嘿，我捌听过，我去罗东时捌听过讲，阿宿社遐那，其实就讲即个所在。捌听啦，但是都无印象到底。对，因为当真少人讲即个所在，因为当已经无即个名啦。你想看嘛，这是清朝时期了个当的名。刚才继承迄个合作社，其实毋是吼，阿宿社，阿宿社是一个部落的名。这是较特别的所在。过来就是即个潘贤文吼，死了其实经过一段时间，一直到即个道光9年的时阵，西元的1820年，道光9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汉人吼，毋知开始可能一寡良心发现，也是安那过去即个海岛其实死真侪人嘛吼，大家竞争资源吼，甲拢有即个问题啦，就是大家互相竞争，所以常常真侪出人命就对啊，所以开始大家会去一寡庙来供奉遮，毋管是有应公啦、万善公啦等等，或者是一寡庙，有应公嘛是，有应公也是类似。其实就是希望讲过去毋管咱有啥物修婚就是徛一牌位替做一个纪念咧，毕竟是过去的代志，等大家嘛稳定落来啊。过去这代志嘛，莫受到良心伤济的折磨咧。所以这伊死后伫这道光9年时阵有徛一个牌位，迄开始拄开始是一个敢若有应公司安尼，一间有应公的庙，小间的，然后到尾慢慢升级，当叫做罗东城隍庙。是安尼。所以你若是去罗东去城隍庙内底你会看到这个牌位，就写潘贤文之一牌位，就是纪念这个人。但这个人看起来敢若是啥物？写潘贤文看起来敢若是一寡迄落圣贤，还是古早的高人地方士绅迄落感觉，敢若汉人毋是吼。其实伊是当时的平埔族，而且毋但是平埔族，佫毋是宜兰在地的平埔族，是流番来甲为台中千辛万苦来甲遮，最后嘛是死伫咧遮，一个过去的故事安尼。辛苦安尼。但是虽然咱讲即个阿里赛社或者是即个巴仔族伫咧宜兰，到尾因为即个汉人佫刷到罗东来了嘛风光甲世界拍走，就啥无留下，无留下真侪家己的物件，嘛无伊的文化去啦。等于到尾都无去啊。但是我认为因的后代一直嘛是有伫咧宜兰。但是无遐明显。第一就是你若伫宜兰有拄着姓潘的同学还是姓潘的朋友，小注意一下。当然，毋是讲所有姓潘的人拢是啦。但是我譬如讲，我国中的时阵，有一个国中的同学姓潘，一个查某囡仔。我就讲伊这个面型啊，就甲人无啥共款，敢若有原住民的感觉。但是佫毋是迄个高山族，譬如台阳迄款的感觉讲袂出来。无遐明显啦。到尾我是知影即个历史了，甲发现讲，伊有可能，我无确定，但是伊真有可能就是即个巴仔族的后代的后人所以有可能一寡血缘，因为经过几落代，当然甲一般的汉人嘛会南做伙，但是经过几落代，有当时即个基因会向佫显现出来所以
有这个可能。你若罗东，你若是宜兰人，尤其你住罗东啊、住苏澳、住三星这几个所在有阿里赛这个名的所在，去甲观察看卖。我会给你引导，就是伫这个县文里附近，所以有可能，因为当初是咱讲，伊用家线摕是讲伊这部落拢散去，毋是讲完完全全人就消失啦。有的人伊会变成讲啊，我用汉人的身份伫生活，我甲恁讲共款的话，逼不得已为着生存，或者用汉人的身份伫生活，所以慢慢融入汉人的社会，所以我家己的文化我已经无去啊。但是这个会员那个伫哩啊，对啦，伊个基因那个伫哩啊。阮以前有一个朋友，住做伙，讲起来拢好遥远的代志。伊就姓潘，嘛有这个感觉吗？住花莲，一直以来我捌去因，我捌伫花莲食头路，捌去因兜食过饭。因的家庭很奇特，足奇迹的。伊妈妈也是原住民，他爸爸说原住民也不完全是，就甲想讲，伊是姓潘，但姓潘有一部分可能，若是花莲有可能是这个噶玛兰人。我唔知，但是你即马讲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情形哪里来的啦。但是你讲迄个感觉那个脸型、那个味道真的不是一般的原住民。但是你讲毋是咱习惯看的这个高山族的原住民嘛毋是讲咱的汉人，对伊讲这有可能就是平埔族的后代，只是讲是哪一族都无一定啦。因为姓潘毋是讲干那这个巴仔族有姓潘啦。是你讲我拄是联想到，讲我迄朋友后来也失去联络，因为他因厝的，因为我去因妈妈佫会甲我讲国语，他爸爸。你讲伊外省的嘛毋是，讲伊原住民又有很些像，但是伊个毋是，就很奇特。应该有可能是平埔族，那姓潘有可能是平埔族。但是咱即马普通会写身份证上会写迄个祖籍吗？台湾或是大拢写。你若是宜兰，就是写宜兰啊。即管单无伫写什么福建什么，单无安尼写啦。是无啦，是讲较早期的时，伊爱去会写。你若要认即个物件有一个方式，当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去户政事务所去调你日本时代的即个户籍资料。你若调会到，你会使调看，因为毋是全部拢有留落来，但是你若调会到，你会使看顶管有写一个熟字的，真熟的。迄个熟熟调的熟熟番的熟熟番，迄个熟意思就是讲你是平埔族的人就是你是熟番，就是讲你汉化较济啊。你有那个基因在。你原本你厝的原本是安尼所以你会使去调户政事务所的日本时代的即个资料另外一个就是以宜兰来讲，你若说马街的街，有一人说街有。原则上伊嘛是噶玛兰人，那伫宜兰姓街就是噶玛兰人，较特殊啦。这个街其实是因为马街朴树捌来到宜兰，当时帮助真侪噶玛兰人，所以嘛，有一个日本人有留下真侪这款的相片，做伊能家具，有一个日本人伊其实翕影书啦，伊全台湾走透透行透透，拢翕真侪甲原住民有关的迄物件。迄个时阵都是因为马街朴树帮助真侪即个噶玛兰人，所以为着纪念伊所以到尾你必须要号汉名的时阵号一个姓时阵就姓街。所以若姓街原则上伊嘛是即个噶玛兰人，若伫宜兰都即几个通仔认的方式啦。还有比如讲即个。咱的纵围乡，伊就南洋溪出海靠北边或者东港，对无东港这个所在，叫做布后社区啦，就迁过去嘛，叫做东港但是其实是咱社区叫布后社区。布后社区遐较早做七里板社，七里板社就是一个噶玛兰人的一个部落的所在，叫做七里板这个所在。因这几年来，其实因为宜兰的噶玛兰人一直要想要把家己的文化吹回来，伊有成立一个噶玛兰的这个文化协会。咱咧酒嘛有一个歌嘛有篮球无？迄是用一个名尔啦，但是真正的噶玛兰人，平埔族的噶玛兰人，但希望讲把过去的文化吹回来，因为一部分的噶玛兰人去到花莲，目前保留上侪噶玛兰人的文化，毋是伫宜兰，是伫花莲的丰滨乡新社部落、新社部落遐。也有保留的语言，保留因大的这个
起厝的方式因织布的方式叫做香蕉丝，会用金蕉的树皮，不是金蕉的皮金蕉的树皮去抽丝出来，去织布织布做香蕉丝编织。因目前这个技术伫花莲还阁有因为到尾受到压迫了，真侪柑仔兰人去到花莲甲阿美族生活做伙，毋知啥因甲阿美族关系袂歹，无啥战争着，伫我所在无啥战争着。所以因有保留真侪即款物件咱宜兰的即个柑仔兰人就希望讲家己的过去的文化找回，包括柑仔兰的语言柑仔兰的歌谣还有种过去因的歌唱的歌，因跳的舞还有因的即个祭典，比如讲因是挖海边因有海祭因像即个物件，那伊就慢慢去找即个花莲即个老岁仔人即个部落的人来甲因重新甲因找回来，希望讲要得到即个认证，大家知影讲，阮柑仔兰人无消失，阮还阁伫哩所以因前2年都应该前年吧，前年大前年我小可袂记哩伫咧即个在讲纵尾海边布后社区即个海边七里板社都举办伊的即个我印象中应该是海祭啥物祭，即个祭典就对就是慢慢希望甲我过去的即物件找回来迄个头目就说嘛姓潘茂南还是潘我无啥会记哩嘛是姓潘所以柑仔兰人嘛有姓潘即个我会认为我即个同学可能是即个潘兴文的即个后代毋是讲一定是伊本人啦，主要就是讲即个平埔族的血统看会出来较明显。但是是毋是即个阿里赛社的人，毋知是拄好伊住的所在，佫是伫兴文里附近，就是当初因留落来的所在，所以嘛毋知，但是有可能即个想法安尼啊。咱今日故事就是主要就是咧讲即个巴仔族为台中辛辛苦苦来到宜兰，嘛过了真辛苦，最后嘛受到风台尾嘛无法度好好留落来啦，因为过去一寡发展的方式的关系，这嘛无法度，无法度就是安尼。但是至少咱知影过去的故事，有机会去搜浸冷泉的时阵，迄个路牌甲翕一个，叫做阿里赛冷泉。这是熟悉的呢吼。就知影讲阿里赛是倒位仔来，三线有阿里赛，咱的罗东有阿里赛，苏澳嘛有阿里赛，南投埔里嘛有阿里赛。台中嘛，阿里赛。你若听过了去到迄个所在迄特别亲切。感受无共款我知影遮过去原来是安尼就过去发生过什么代志，有过一场战争，有的人伫遮牺牲因为着抢土地。普通啦，看路名，较无迄个就是路名，就是路名。嘛袂去是讲，也奇怪，这啥人做阿里赛路，这奇怪，一般拢袂感觉啦。啥人顺经路是顺经路，共款意思。但是若有听过时，你就会觉得哇，那这样。这亲切安尼，原来就是安尼来。你知影讲，即个所在，你踏的即片土地，你踏伫即条路顶管，即片土地过去有一个人甲你踏伫共一条路，共一片土地，因发生过什么代志？这就是故事的价值。好，咱今日节目到到这为止。你若是听了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指教要互咱嘛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 留话互我。另外嘛会当到 Instagram、Facebook 来查找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另外补充一个就是咱伫咧 show notes 就是咱伫做即个podcast 时阵，拢有一寡有文字的内容内容内底我有写一个赞助连结我其实囥足久，但是我嘛从来毋捌提出来讲过因为拄今日咱伫开讲的时阵，讲着讲真侪即款的物件，即变成一款表示支持的方式，所以你若是对阮的节目有兴趣你想要请雪红姊啉一杯咖啡还是你较兴啉茶啉一杯茶啥你会使点咱即个赞助连结伊拢有个无几箍，敢若几十箍就是表示你的心意嘛。阮嘛感觉真受到支持感动，真受到鼓励嘛是。大家有兴趣嘛，使去点阮的赞助连结安尼所以咱即礼拜就到这，下礼拜再相会，感谢，拜拜。谢谢，拜拜。